財進啦，馬林中間穩位，黃帽綠色就係銀進嚟㗎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咧就愛任性嘅，咁啊見到中間木火同明已經將佢追過，從個馬林中間穿上嚟係銀進啊，再見到外邊有必跑得各取所需，外邊追仲係超額迎球啊，接近終點銀進將對手遠遠掟甩而贏馬，必跑得跑第2，各取所需第3，佢就一擲千金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就大家開心啊，追佢嘅馬咧就奮鬥紅財已經上咗嚟啦，中檔位置上明進福星啊，馬林中間入邊追咧，仲有呢隻咧就新威力，大外檔銀進上緊嚟，最後100米佔先係明進福星，外邊喳喳聲上嚟到銀進，入邊位置勁快聯盟，終點嗰步好接近啊，外邊係銀進，中間就明進福星，咁啊入邊就勁快聯盟啦，咁啊似乎個勢咧就以為去到最後50度啦，明進福星都似乎贏啩，但係外邊一步一步上嚟，銀進之子啦，攞出去外邊衝，海船7幅架勢奇葩，最出係銀進，埋邊搏位嘅馬做係隻堅闖啊！最後200零米啦，北海道佔先嘅，響佢後邊追，有富起來啊，外邊上緊嚟有包裝至前啊，最出係銀進啊，最後100零米，富起來透出咗，大外檔一路殺上嚟係銀進，接近終點，銀進響外邊嘅勢相當勁啊，終點前似乎係將富起來趕過咗喎，生第7位揈出去外邊呢，本領非凡，後邊5隻爭金奪冠唯美主義加州王者美姿星雲笑着包尾係銀進㗎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太陽勇士響中間透出咗，壓住埋邊呢就手到再來㗎，外邊追有極速奇兵啊，出邊本領非凡都上緊嚟，攝入邊上呢仲有隻大學生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外邊冚上嚟係本領非凡，中間極速奇兵啊，最出銀進衝上嚟好勁啊，接近終點啦，咁啊見到前面本領非凡佔先，銀進追唔追到佢？第1名要影相。本領非凡以為贏嘅時候，銀進如飛殺上啊！呢隻真係好後咁樣衝上嚟㗎。本領非凡仲係佔先，銀進越逼越近，第3名都近啊！赤馬雄風響中間，出邊爭金奪冠。亦都需要影相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就發財先鋒喎，見到中間位置追上嚟嘅馬呢，咁啊有一支箭啦，快路亦都追緊啦，出邊有銀進啦，大外檔係盈益線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係快路啊，咁啊銀進3幾個節目拍上嚟將佢過埋，外邊仲有盈益線，接近終點銀進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係快路啊，盈益線第3，外邊位置係非凡豪傑啊，第3位出邊係海明神，佢中間建策群英已經上咗嚟啦，拱埋出去啦，埋邊係超開心，後邊嘅馬呢。線都爆得美麗，揈出去外邊爆呢，有銀進啦，中間位置唯美主義，最後200零米透出嘅馬仲係勝意，非凡豪傑響中間兩個馬鬥緊嘅時候，建策群英中檔上，大外檔好勁啊，銀進上緊嚟，中間仲係爆得美麗，外邊唯美主義接近終點，銀進外邊冚過晒，跑第2名爆得美麗，唯美主義第3，建策群英跑第4啊，愛心神區立百川黑衫尾二啊，包咗落尾嘅馬係銀進嚟㗎，轉彎入直路啦，一起美麗外邊冚咗上嚟，埋邊拍住嚟鬥嘅廣林福將啊，木火兄弟攞出嚟中間追啦，外邊冚㗎嘛，有包裝創新，咁啊中間位置呢，慢慢上咗少少，仲有99圍磚啊，大外檔有2隻立百川，最出銀進好勁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木火兄弟透出，外邊銀進先過呢隻包裝創新，繼而直追呢隻木火兄弟，兩匹馬相當接近啊，第1名嗱，最後50仲係木火兄弟有少少片出嚟，外邊銀進嘭嘭聲上嚟，兩匹馬真係拍住到喎，包裝創新呢，臨尾呢就有少少力弱啊，一樣咁樣第3、第4名嘅馬呢，外邊啊立百川似乎機會高啲啊，頭馬係邊隻啊？係咪銀進高啲啊？